喺節期間，我哋相信真正嘅領導力係源自於幸福同埋智慧嘅共生。今日我哋將帶你走進一場獨特嘅蛻變之旅——幸福領導力課程。44位嘅探索者跨越產業同埋身份，喺4段精心設計嘅篇章中，重新定義領導者嘅價值，讓企業、員工、顧客形成一個多重成長嘅內閉環。幸福從認知重建開始，以稻盛和夫嘅經營思維，領導者嘅幸福從何而生？作為人何謂正確？展開篇章3天緊密嘅行程，走進河南省許昌市，探索標杆企業嘅成功鎖匙。喺半東來嘅超商探店，我哋觸摸到商業向善嘅質感。沒有紙上談兵，只有真刀真槍嘅沙盤推演，強化根基，將理論同埋心法應用，為企業設計出最適合自己嘅營運方案。呢個唔係終點，而係商業新格局嘅起點。當我哋輕握着呢張證書嘅時候，我哋眼中嘅閃爍不僅僅係對未來嘅篤定同埋期盼，更加係帶住一份使命，創造更幸福嘅社會。喺呢場蛻變嘅旅程中，有一位特別嘅同行者 Billy， 佢帶着20人嘅團隊，用行動傳譯領導者嘅擔當，讓我哋透過佢嘅鏡頭，感受下遊學現場嘅震撼同埋溫度。前排咧，我就同香港嘅團隊一齊再去咗河南許昌嚟學習一下半東來咧點樣可以1年咧就做到170億嘅銷售。點解咧啲顧客會咁中意半東來嘅？到河南許昌嗰度咧已經係5點幾啦。主辦方咧就安排咗我哋嘅晚宴，我哋就去到許昌咧一間好地道嘅店咧食飯，味道咧真係非常之唔錯噶。15號咧朝頭早8點咧個活動咧就正式開始啦。主辦方咧就同我哋講解一下咧半東來嘅歷史啦，點樣一步步發展到而家呢個規模嘅。我喺度咧就感受到半東來幾個理念。除咗做到顧客服務之外咧，好多時咧仲會喺顧客嘅角度去諗嘢嘅。佢哋諗住點樣幫客戶咧去解決問題，提供超出預期嘅價值，去服務到極致啊！下晝啦，我哋嘅團隊咧就去咗半東來嘅時代廣場嘅店實地考察一下。入到去商場嘅時候咧，都已經嚇親啦！點解一個商場咧可以有咁多人啊？基本上咧好多鋪頭咧都係爆滿人嘅，尤其是咧係賣珠寶同黃金區嗰度咧係最多人嘅。平常咧我哋有啲乜嘢嘢咧係要去取號嘅，呢一度咧買珠寶啊都要取號啊！你諗下幾誇張？佢哋賣茶葉嘅店啊，仲要先預約攞號咧，先至可以入到去嘅。每日咧得450個名額咋？呢啲熱鬧嘅場面啊，真係好似過緊年咁樣啊！都唔係搞緊啲咩活動喎，係佢哋嘅商場嘅日常嘅啫，真係犀利啊！喂，諗住入去個超市，點知原來咧係要咁樣排啊！真係大鑊啊！特登嚟就係去睇半東來噶嘛，咁冇理由唔排咧。咁而家咧就開始去排隊，你睇下半東來咧係咪佢日日都好似新開幕咁咁多人，真係有啲誇張喎！終於入到嚟室內，哇！睇下好浮誇，癲咗地咁多人，裏邊咧人山人海，好似咧同喺深圳東門嘅老街有得比啊！買嘢又要排隊，埋單啊都要排10幾分鐘啊！估唔到啊，行一日超市都會咁攰啊！依家就開始咧帶埋個講解器啊！主辦方嗰邊咧就好細心咁講解商場裏邊所有為客戶咧諗到嘅細節位，真係好犀利啊！係好無私奉獻啊！你見到佢咧會將設施啊、用品啊，全部咧係公開話俾大家聽，你揾邊個咩牌子嚟自邊度，即係有埋個電話俾你自己去揾佢。真係個心咧係想提升成個行業嘅，先至會咁做嘅。呢啲咧全部唔係得個講字啊，係全部都落實到嘅，真係唔簡單。16號我再同團隊咧去到半東來嘅超市試下啲網紅嘅產品，仲有烏啦啦推薦嘅麻辣香鍋啊！所有嘅製作過程咧都係好公開，食得好放心嘅。之後咧我就去咗佢哋嘅美食廣場，去試下佢哋嘅肉丸啦、拌麵啦、胡辣湯啦、燒賣啦，每樣咧都可以食到河南嘅風味，正到暈啊！今次咧真係收穫滿滿，又學到半東來嘅企業文化啦，又可以食到河南呢邊嘅美食。嚟緊咧，我嘅視頻就會再分享下河南咧有啲咩美食嘅。客戶他們都很相信這個店有一個很安全的、安心的感覺，就是買的都是正貨。還有，如果是價錢的話，也不是佔了最大的利益，都是會以客戶的角度去經營，所以很安心哦。他們賣的是一種情緒價值，還有客戶們想要的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我剛才吃飯的時候，其實是太飽了。我點了那個東西的清潔的阿姨過來收了碗之後，就問我們的食物是有什麼問題啊？為什麼剩下的這麼多啊？這些事情在香港不會發生的，整片他怎麼會歡心？不要衝動去買很多的東西，尤其是買這個珠寶啊，對我們男性來說是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员工最大的痛苦呢是没有跟对一个老板，没有跟到他一个令他很尊重啊，或者是很仰慕的一个老板。没有很厉害的老板，他可能会让公司啊或者是工作啊各方面呢都配合的不好，分配的不好，利润也分得不好。所以我觉得最渴望的应该是跟对的老板。薪水不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自己的生活，还有没有办法发挥自己。根本都不喜欢做的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不会做得很好，也不会有任何的渴望啊。就是你打从心里喜欢，就算没有什么收入，你都愿意去做的，就是精神幸福、安全感吧，还有就是知足常乐。人很难真的是做到一个精神层面的完全富裕，由心而发的那种幸福，就是要他不断提升自己的心性啊，还有就是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去克服一些困难，然后才能达到一个新层次。每一个人的精神幸福都是不同的，我的就是无忧无虑，还有如果是因为我带给幸福给别人，我就觉得很幸福。对自己的状态是很滿足的，覺得自己可以做到言行一致，就是自己想做的事、說做的事，有能力可以實現出來的。當理論落地變成真實嘅改變，當個體凝聚成為一個社群，佢哋嘅故事就係幸福領導力嘅最佳實證。透過呢次嘅活動學習，咁好希望咧將有關呢個企業文化，甚至乎將呢一份嘅愛啦，可以帶翻去我企業，帶翻我社區，係希望呢一方面可以學到更多嘅嘢傳承落去。咁啊，多謝晒！好高興有機會嚟到許昌呢度啦。其實嚟之前都有聽過稻盛和夫，咁但係唔係好入到腦啦，亦都冇乜用過佢嘅教學啦。咁但係嚟到呢度之後，講師講得好深入啦，令我更加了解咧稻盛和夫嗰個底層邏輯，咁同埋喺呢個半東來啦，亦都有好多啟發咯。咁所以我都好期待下次可能帶埋我公司嘅員工過嚟，希望咧可以將學到嘅嘢應用喺我公司上面。44個靈魂嘅深度碰撞，節企家幸福領導力嘅課程，不僅傳授實用嘅方法，更加喚醒咗領導者心底深處嘅創造力。無論你身處喺零售業，還是喺服務行業，喺經營之道中，都能提升企業嘅溫度同埋力量。下一期嘅課程已經啟動啦，關注我哋，開啟屬於你嘅蛻變之旅。